教室的改造需要庞大的经费，学校无法度自行去修，政府的补助也有限，因此台南市东区大同国小寻求社会资源，由展望狮子会甲永恒狮子会捐助20万，予学校运用。他们这次不是捐赠我们奖助学金，而是让我们有一个圆梦，让我们的音乐教室呢能够做一个改造，让孩子呢在硬体方面可以享受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空间。我们有一台75寸的大电视，然后把原本呢五线谱的黑板呢放到后面，我们前后都可以上课。学校将音乐教室打造成艺术结合科技的教学空间，比较兼具实用。校长特别颁发感谢章，感谢两个狮子会的帮助。那这一次很高兴，在我爸爸妈妈的牵线之下呢，有办法来做这个公益活动。那主要是我们想要帮大同国小的小朋友做一个圆梦的计划，那让他们可以在比较好的环境之下呢，可以快乐的，然后更开心的来使用这个教室。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有过来看了、评估了这个教室，看了这个教室也是蛮老旧，有需要改。而且我是觉得这个是给小孩子未来一个音乐上的一个最好的途径。展望狮子会甲永恒狮子会认为，环境对因爱学习有重要的影响。希望借着音乐教室的改造，会当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热情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